陪你便去两句。好，好。哦，是杜大人，杜大人，司别大人怕人来催，这王明进京，明明我叔叔进京不得急啊。是，这来我家夫人心要人才，别早实在放心不下。今杜大人先这步，便大走就来。哎呀，杜大人啊！我家夫人也真不灵察，像我母连生三女，尚无一子，此番生儿生女，关系到我们千秋万代千秋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观音菩萨，大慈大悲地就赏我一个儿子吧。观音菩萨，夫人说赏我一个儿子啊。杜大人啊，夫人怕东来接，请大人速速回府。哦，我给我家夫人生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观音菩萨这上，你说儿子千万不要说出人家呀！老爷，他快要走了。老爷，我是在杜家夫人生了。什么？刚才杜家家园前来报喜，是杜家喜的贵子啊！曾经杜家生贵子，母好日，口中春子春梅子，他吩咐我娘。我去出门对面，哎呦，弟弟最好。去，回去呀！老爷，东来，夫人生了没有？快要是4个要离婚了。你母亲如此，叫他要母亲如此，我真的生气啊！千万生儿莫生女。再生一个女的，我就把她吃了。妈妈，是不是生个儿子？夫人，又是一位小姐。天哪！
爷，领进民庄一起准备继续。好，吩咐下去，老爷连夜进京。陈妈妈，你辛苦了，快到张王前加倍重赏。是，陈主公们，你们可要好好服侍我的父亲啊！假如今我虎退东阳战菜，高丽人生来非业务，种种三生菜味，敬他相拥。是。哦，你对夫人说，这是生下贵子，乃是菩萨保佑啊！正是天降吉利，孩子的名字就不妨取名天吉，桃木天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孩子啊，孩子，老子与你告辞了。老爷最好，老爷最好。
我的一生了了功里。李清照的诗词典雅清新，情真意切，故而江南才女为他立碑。今日有人到此，理当尊扬一番。好。我
兄才高得端，此番进京必定分赃不亏。神兄闻世事上，此番赴考，必定名利尽报。神兄过奖了。啊，神兄，你我今日一儿相见外，此番进京，我不及团而行。此次神兄请。
了罢了。哈哈哈哈！儿郎，实在经典得茶，出入成王，甚至满朝文武赞许。哎呀，真难得呀，难得！弟弟，在日在家，经常几位弟弟教导，才有今日呀。哎，女儿之辈，无足挂齿。小爷，因为不知道你，家父几位小弟姑姑在瓦特中。放肆！女儿之无才，便是的。弟弟。儿郎，今天为吾是在理想里道喜来了啊！喜，母儿少年得人英勇，送他们要问我。一群子还为民公平儿，三朝热闹与君子，家有二房小女子，花容容你，哎，天大！是啊，这里有日是叫王公贵气，哎，
来，有你挑，有你选，好吗？啊？什么？叫我自己挑选？好。我的小猪猪，我求你啦！哎呀，弟弟，我求求你呀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啊，是李公公啊！我老人家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我是在叫他拜天地呀！拜得好，拜得好！今日太尉娘娘御愿设宴，你们的喜日要来了。喜日！李公公，请到客厅用餐，请到客厅用餐。女儿，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我老人家良机无啊！公公在为是你配一定非死不别啊！免不然可被太尉娘娘看中，就可早为驸马夫啊！
是杜公子他，事不宜迟，咱就找杜公子去。神兄，神兄。